喺之前嘅影片我分享咗點樣透過一個自動化流程去幫老師改小學生嘅卷。喺嗰條影片嘅留言下邊有朋友問中文字得唔得嘅呢？所以今次嘅影片好快去測試下唔同模型識別手寫中文字嘅能力。由於今次主要係測試中文字啦，咁除咗兩大嘅西方模型即係 OpenAI 同埋 Google 之外呢，我亦都會測試3個內地嘅模型，包括 DeepSeek、字節嘅豆包同埋阿里巴巴嘅通義千問嘅。首先測試 ChatGPT 抽取圖片中的手寫字，包括當中的錯別字，不要自行更改功課內容。跟住睇個結果啦。咁第一句就係我訂了一個藍莓芝士蛋糕，它看起來藍色的，因為蛋糕有藍色的藍莓。咁 ChatGPT 咧就加多咗個醬字落去，然之後咧佢就係寫咗黃澄澄的紫色。咁佢 ChatGPT 咧又創作咗塗着芝士，咁呢個咧就係唔合格啦。點解呢個任務對 AI 嚟講會難呢？因為 AI 嘅本質係基於佢訓練嘅數據去預測下一隻字啊嘛。咁但係小學生嘅功課，佢哋有陣時嗰個文法唔係一般嘅邏輯嚟噶嘛。呢啲嘢咧有機會超越咗佢哋嗰個訓練數據咧，佢哋反而對佢嚟講係困難嘅。跟住落嚟，我哋試一試 Gemini 啦。喺度我輸入相同嘅 prompt， 使用最新嘅模型 2.5 Pro 啦。跟住又睇個結果啦。喺度咧佢又創作咗一隻字啦。因為蛋糕有藍色，咁呢度咧就話因為蛋糕鋪藍色的藍莓，然之後我估計呢一個係一個逗號或者頓號啦。黃澄澄的芝士句號，跟住我吃了一個蛋糕。咁因為佢寫得太開咧，佢叫做蛋米糕。咁佢又做得幾好喎，呢個佢識得拆翻開。跟住甜絲絲的逗號口感，跟住彈牙句號，我忍不住唱啊。呢度咧有個括號嘅，咁佢哋冇咗。但係整體而言 ChatGPT 係錯咗一隻字同埋一啲標點符號嘅，暫時嚟講係比 ChatGPT 優勝。跟住落嚟睇 DeepSeek 嘅表現啦。大部分嘅模型咧第一句都冇問題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文法，就係我訂了一個藍莓芝士蛋糕，它看起來藍色的。但係當去到第二句一句唔係好正常嘅文法嘅時候咧，就出錯啦。佢話因為蛋糕有藍色的藍莓，咁你見到 DeepSeek 咧係錯嘅。黃澄澄的芝士咧係全句冇咗，咁下邊呢一句咧係完全創作嘅。所以 DeepSeek 喺一般文字對答嘅性能上邊唔錯，但係以識別圖片入邊嘅文字嚟講咧，佢嘅性能係非常之一般。跟住落嚟就係 TikTok 母公司字節嘅豆包啦。喺度咧好快見到一個錯字啦，就係我訂了啦，佢就寫咗我燃了一個藍莓芝士蛋糕，它看起來藍色的。跟住甜絲絲的逗號口感彈牙，咁呢度咧佢都跟到。然之後我忍不住唱咁冇咗個感嘆號啦。整體而言咧，佢都係錯一隻字同埋部分標點符號錯。暫時豆包同埋 Google Gemini 嘅表現係最好嘅。最後我哋睇埋阿里巴巴通義千問嘅表現啦。呢個模型嘅特別之處咧就係佢諗嘅時間係最耐嘅。期間咧我係見到佢係嘗試去放大張相嘅，例如而家佢 crop 咗淨係文字嗰部分啦，然之後咧佢再逐行逐行咁樣 zoom in 嚟睇個文字嘅。然之後咧你睇到佢嗰個思考過程入邊咧，佢會話佢見到嗰個字好似係唱字，但係咧又好似係個亞字。咁最後咧佢就覺得呢個咧應該係一個亞字嚟嘅，幾有趣。跟住我哋睇睇嗰個結果如何啦。我訂了一個藍莓芝士蛋糕逗號，它看起來藍色的，因為蛋糕有藍色的藍莓。佢係少數模型咧，見到呢度有個頓號，黃澄澄的芝士句號，我吃了一口蛋米糕。佢都咧識得將個高字咧，因為寫得太開嘛，佢就拆咗兩個字，跟住逗號甜絲絲的逗號口感彈牙句號，我忍不住唱佢唯一美中不足嘅咧就係漏咗呢一個嘅標點符號。整體而言，通義千問嘅表現係最好嘅。整體嘅結果我係有少少驚訝嘅，因為喺
1年前我自己整咗一個 software 係攞嚟對收據上面嘅資料啊嘛。咁嗰陣時我係測試咗好多唔同嘅模型，睇下邊一個模型係識別圖片上面嘅文字係最好嘅。咁喺嗰陣時呢，我測試過好多唔同模型，最好咧來來去去都係 OpenAI 同埋 Google 嘅模型。嗱，因為我隔咗成年冇再測試過內地嘅模型，咁見到內地嘅模型係進步得非常之快，特別喺識別中文字方面呢，甚至乎係超越咗西方嘅模型添。咁亦都好合理嘅，因為佢訓練嘅數據道理上主要係中文為主噶嘛。嗱，我建議老師如果你需要去改中文卷嘅話呢，就可以考慮通義千問呢一個模型啦。呢個工具呢係有國際版嘅，咁你只需要使用 Google Login 咧就可以免費使用到噶啦。呢個工具嘅連結咧就放咗喺影片嘅下邊。小弟寫嘅第2本書 AI 為王咧，將會喺今個月月尾，即係11月30號喺誠品銅鑼灣店咧舉辦一個新書分享會。咁呢個分享會咧係免費參加嘅，嗰日係禮拜日嘅下晝時間。另外今年會有最後2場嘅工作坊，詳情都放咗喺影片下邊啦。有興趣嘅話可以自己點擊睇睇。我哋下次影片再見。